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0月6号，诗篇55篇第1到15节，约伯记第15章1到35节，马太福音第5章27到36节。今天透过今天的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实。虽然我们看到今天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27到35节，它分了成为3个分项。它在经文里面论到奸淫，论到休妻，论到发誓的教导。虽然这3个教导都各有其经文的重点和它不同的标准或是说目的，但是这个原则上呢是一样的。这个原则就是一个真实，或是我们说真实的心。因为有真理的实在，这样的人就不容易犯错，也不容易犯奸淫，或是随意的发誓。存有真实心意的人，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邪念杂念，也不会对婚姻不负责任或是不忠，更不会指着上帝随意的发誓。马太福音第5章34到36节，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根本不可以发誓，不可以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上帝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城；甚至不可以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无法使自己的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这样的教导与提醒，让牧师想到了基督徒的祷告后面会加上阿们来做结束。阿们的意思我们大家都知道，阿们的意思就是我心所愿。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必须要诚心诚意的祷告。除了诚实、诚心诚意的生活见证之外，我们还可以去思考连结，就是有什么样的事情跟真实有关呢？我们看一下约伯的好朋友提曼人以利法，他这样说道，他说：约伯啊，聪明人会讲傻话吗？傻话当然不是真实的哈，你所说的都是空话。哇，这个更明白了哈。第3节他说，明智的人绝不会说这种废话，已经用了3种的形容词在讲不真实的。前面傻话、空话、废话，然后第4种后面他说，绝不会用毫无意义的话替自己辩护。第4节说，你更糟，你连敬畏上帝的心都没有了，不敬畏上帝也不真实哈。你竟拒绝在他面前祷告。请我们记得这句话，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哈。你说的话显出你的邪恶，你想用巧妙的言语掩饰自己。好，用巧妙的言语掩饰自己也是一个不真实的状态。那么回到前面了哈，用言语掩饰当然不是真实啦。那拒绝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更不是真实。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想一下，在圣经的人物里面，有一个人，什么人他这样做过？就是在约拿书里面的记载第1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所有船上的人都按照这个船东的命令在船上赶快跪下来向自己的神明祈求的时候，有一个人躲在船舱底下睡觉，不祷告。这个人就是约拿。他为什么不祷告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害怕，万一他一祷告呢，就被上帝知道他在哪里了。不但如此，在那种自视为高，就是非常骄傲的人，这个也不是真实的。约伯记继续这样记载说：你自以为自己是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吗？上帝创造高山的时候，你在场吗？好，这个就是骄傲了哈。你听过上帝的计划吗？人的智慧是你独自拥有的吗？有什么事你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呢？有什么事你明白反而我们不明白呢？我们从满头白发的老年人学智慧，他们的岁数比你父亲的还要大呢。你拒绝上帝的安慰吗？你看清我们温和的劝慰呢？你为什么激动？为什么眼睛冒出怒火？你是在向上帝发怒吗？你竟敢用这样的话顶撞他？这是约伯的朋友在安慰他的时候提醒他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非常了不起我们非常的骄傲，我们认为不应该是我们去面对这样的苦难，像约伯一样。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提醒我们，他说：我凭着赐我恩的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不但要能够合乎中道，看自己要合乎中道，不要过于所当看的。或者我们应该这么说了如果一个人看自己太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认不清自己的话，都不是真实的，不是实在的。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非常清楚，他说敬拜上帝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么根据新的诫命的标准来看，我们对人的态度如果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相处的话，那也是符合了新诫命的教导了因为第二个爱邻舍如同敬拜上帝，这个是一样的爱邻舍如同自己，跟全心全意的爱上帝是相同的最后我们要把这个标准拿来思考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何要来运用这个真实的心灵来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或是好好的面对朋友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思想。最后我们再用诗篇55篇第1到15节的经文一起来祷告。上帝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不要躲开不理我的祈求。求你垂听我，回答我，
我因焦虑而疲乏不堪。仇敌的恐吓、恶人的逼迫，都使我烦乱不已。他们把灾难加给我，他们向我发怒，憎恨我。我心里充满痛苦，死亡的恐怖击碎了我。惊惶战栗抓住了我，恐怖笼罩着我。我切望有翅膀，像鸽子一样，能飞去寻找栖息的地方。我要飞到遥远的地方，投宿在荒野间。我要赶快为自己找避难所，好躲避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变乱敌人的口音。我看见城里有暴动骚动，他们日夜在城墙上巡行，到处充满着罪恶灾难，到处有破坏，街上全是欺压和诡诈。若是仇敌捉弄我，我还能忍受；若是对头向我夸口，我还可以躲避。想不到却是你，我的同伴，我的知己，我亲密的朋友。我们彼此有过亲密的交谈，我们曾一起到圣殿敬拜过。愿死亡突然临到我的仇敌，愿他们活活地坠入阴间，因为他们的家，他们的内心都充满邪恶。